老比有冇聽過打針樣啊？有啊，即係好似嗰啲好膠好唔自然嗰啲。係啊，因為其實我有諗過打針嘅，但係我真係成日覺得打咗好唔自然啊。其實你做醫美之前係應該要幫自己好好把關咯。自己咧就有5個微調美學嘅重點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。其實第一樣啦，最緊要就係自然係好緊要噶。例如蘋果肌啦，你唔好特登填到好貪心，填到脹谷谷咁樣啦，咁你望落去就會好唔自然咯。總之你做完俾人覺得你係精神咗、有氣質咗，咁就已經 OK 噶啦。第二樣咧就一定係夠精準先靚啦。例如我調整個鼻型嘅時候咧，醫生係會計到啱啱好噶，就唔好話太浮誇直不甩咁樣就唔好睇噶啦。第三咧就係小改變大改善啦。例如有時輕輕收一收個下顎線嘅線條咧，你影相嘅時候咧都會 sharp 啲嘅。第四咧就係整走個攰樣先。通常我自己咧就係會針對眼周先嘅，因為人咧第一眼都係望對眼先噶嘛，咁佢好緊要啦。你可以填充少少淚溝，等嗰個位置冇咁凹，望落去咧都會精神啲咯。第五咧就係女仔嘅膚質係好緊要噶。總之咧皮膚咧一靚咧，所有嘢都贏晒噶啦。想素顏都靚，自然得嚟又有氣質咧，就要記得呢一個微調美學啦。